人想袂到，多网友伫人面册铺一张启事，顶面写讲为着配合龙婆，也有全运会勤务会变较济、较无闲。10月份阮将的假一个月上届济袂当休超过3天。阮将骂讲安尼根本就违反一个一休。不只个桃园客运业者出面解说，讲休困几工拢无改变，敢若是勤务较济时，其中3天的休假，互阮将家己来安排。剩的休假是公司和阮将协商了后，才过来超测。 你无看唔到，10月份的假以3天为限，假日上济2天，会遮尔啊无人性化的这款排班公告，实在是互人要哭无目屎。不过真侪司机还阁唔知影这件代志。说什么1个月只能休3天的事情，没。有人看甲袂做理，甲这个相片甲铺上网，爱大家来甲评理。网友阁回讲，短期活动尔，无需要互司机遮尔啊忝。嘛有人讲会当劳检啊，安尼根本就是违反一例一休。那个农博开始了，可能看有没有人。 能加班就加班。原来是桃园客运为着这个10月的农业博览会甲这个全运活动，所以这个勤务有较重，爱加开班次来接送人客。虽然讲农业博览会伫个这个自年试营运开始，主打各种这个花草和这个绿林的环境。全运会是一年一摆重要的这个体育赛事，这2个活动伊的日期要小晚，请真侪人来看。不过这个客运公司伊骹手无够，就变相要求司机加班，敢讲安尼就有合理咧？ 驾驶自己排的假日休假天数大概会有3天，公司会排给员工该休的会有休假。客运业者表示讲，放假的这个总工数无变，会照勤务的济少，含司机来做超测。不过，若是根据现行的法规，一例一休，以工作1个月来讲，上无爱休到8天的假。 卡斯讲，客运业者若是去剥削这个司机放假的权利，安尼就是违反劳基法，上低会当罚5万，若上悬会当罚到150万。伫遮简单会当讲，这个关市办活动为着要促进观光，毋过牺牲司机的假期，安尼有可能会造成这款疲劳驾驶，安尼恐惊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